好听。哇，也就迄一种转习地度的南风，系冇？南风。哇，南风又迄南风，是南风啦，不是南方，是南风的意思。南风，哇，唐叶的真经有，动强松，还有动南诗嘅系啊，动苏颂啊，也系唔系老五啊，系啲南浦有关系啦。其實老藝有一年人帶啲東鋪關係很較深。東鋪哦，東鋪每本有乜感覺？就按你輕鬆，聽的落嘅感覺。因為我有一年啊，帶啲台東嘅太麻里嗰片，嗰片就會全台灣輕少能嘅地方。係。因為那天嘅時間啊，就有那個南方大霧上來的那個分風。寒天嘅時間啦，就有太平洋暖流，它是最靠近台灣的一個點，在太麻里。不過這片呢，就終年都是東西暖，除非寒流來啊。就我知道講，啲台東嘅生活啦，就當然安尼海風吹啊，就是很慵懶。仙的感覺，東樂仙。係啊。嗰陣唔係上快的係，你也還唔係喺啲台東咧。如果你創作也喺歌曲嘅時間，你就係離鄉幾用時係嘛？幾用時啲喺台東嘅時間。太麻利嘅。我就知道安尼下港演上下太過嚴肅，就是看事情啊拼認真咧。嗰時候下兩條歌就上來老安尼。自家講，上下就不用強鬆啊，死都死當當。你還覺得中華尷尬轉休息嘅？嗰種亞數歌曲啊，韓家講到，你係有啲想法歌曲，你下嘅時間會較強哦，有按你故事性嘅時間。會啊，就係這個有發明嘅時間啦，下個會就動講。亞數歌曲真嘅唔知太家彈起來哦，係唔係就會知道哇，身體就會不由自主用啊，就天天按你搖嚟搖去。唔講好，日擺準時好啦，大家講一下哦，係蔡陸峰有冇？蔡陸峰，唔過底度咧。蔡陸峰的歌唱底度其實會遇到動盪的事情，唔但像係天時用的，係日頭落山，還係日頭出來，還係啲陸峰又會看到河巴，又會看到南風，感受到南風，嗬，要動到無同樣的故事就出嘅。像日本啊，體術歌曲又會有河巴，唔但像河巴呢，係有一點呢呢，係感覺就係甲下嘅河巴。河巴係體種準式的名嗬，叫做河巴咩？日本有冇有河巴喏？其實體種準式河巴，加個第一條歌曲，就很多河巴一。嗰陣時就有按你想法嘅係冇？嗰陣時就有一條想法出到講，我以後應該準式應做下去，我還係會想要應用河巴一張名，因為河巴對我來講，就係幾條披風，幾條歌嘅對我來講係。所有創作嘅開始，我說我從我哋下做天一種嘛，蔡陸峰雖然係蔡陸峰，但係我第一條還係放一個序曲，然後序曲兩下就建立一張模式，就會講用一張傳統嘅客家嘅曲調，古調係從了擺我用羅山歌嘅曲調，我自家寫新的歌詞，佢就會去吟唱，然後做一個。老兩種準式嘅風格有搭配的一個序曲，做一個開始，這樣。嗰時大家就做得上嘅多嗬，就係第三種嘅時間嗬，可能第三種那時會來嗬，可能10年啦，有時間可能會唔知係哪時，不過大家就知道第三種嘅時間，聽出體藝術歌曲就會河巴散，係冇？又係做得上嘅，係冇？唔過家下有講到嗬，你喺河巴序曲嘅部分就想講，我用較古調嘅傳統嘅東西來帶咗出嘅，又下做得來創一下也河巴呢，好冇？河巴呢嘅古調嘅部分，做對冇？嘅清唱嘅啦，那就冇彈吉他。好啊。斜風過山來變色春啊，要歸流，惡風是天下漫啊。
徛腳所探就望啊聽錯，閒談行路嘅難。哇，感覺輕無汹湧呢！唔家下唔係老太家講，我要南方按強鬆嘅感覺，也好如老太家講行路難啊，行路懂難，行路親難。嘿，哇！啲路風吼行嘅時節吼，係有動到無汹湧嘅事情會發生，也有動到無汹湧嘅心情。有咩係老伊咧？哇，離拍有關係咯。啊，從因為我細細個時節啦，透過佢嘅蜀道難，蜀道難就會講蜀道難如上青天嘛，就講行路啊，也開路行路迄種困難嘅事情，佢親民一句講，京城雖雲樂，不如早還家。因為一開始有種轉型，聽一首歌曲序曲，就本太家按沉重嘅感覺咯。我知道也可能係我自家。我自己內心啦，可能也有懂沉重的部分，但係懂沉重的東西，老佢用一種黑色幽默的方式表現出來，佢就冇按沉重的。所有嘅沉重其實都懂好笑啊。有陣時可能自己知道清艱苦的時節，聽到一首歌曲並很加艱苦的時節，自己就做，冇乜解啊。做得咩？係啊，你用安尼力量啦，吼，嚟做嚟講。唔過日擺嘅陣時地度吼出題寫嘅，一開始係按衝啊吼，還係有本太家無汹湧嘅感受嘅啊，較艱苦嘅一套歌曲啦，較困難啊吼。其實地度因為聽會出來吼，Misa 做嘅創作歌曲吼，就係老太家老唔自家，親有感受，而先感通唔自家，怎麼想講運用嘅感通太家。古時候嘅歌曲啊，咩只本也客家天師吼，喺戲劇地度來做唔嘅主題曲啊，還咧片尾曲嘅部分，像太家地度嘅就係江原生嘅吼，江原生，還有就係日國嘅就係廿幾年聽到嘅彩虹做啱，有冇數到動到好平嘅彩虹做啱地度嘅自由要素歌曲吼，下一位啷個一種歌曲嘅啷個一種故事吼，有唔家下有講到嘅，就係細年嘅時節看比較低，如果細時節咩會搞夠自由啊，乜間，下亞數歌曲嘅時節咩會有啷個一種心情來下吼。其實這一條歌嘅係寫爸爸，就是老爸爸嘅感情，因為我從細，因為我係蠻就最小的驕縱。從細我就聽電視啊，就會很黏人這樣子。但係到大也就大學嘅時節啦，我方面沒有完成學業嘛，對佢來講就會我對人嘅期待按過，但係唔知家老嘅表態，所以你差唔多有2年嘅時間冇講法。但係到2年過後啊，就我簽到一隻自家嘅立足點以後，我就出到講，我做得就像2條歌嘅寫嘅同樣，就老佢講唔怕，因為我自家有自家嘅路愛行。我說2下你就不用輸，不用2到自己會去比，唔怕，差唔多就安尼。我說寫亞數歌曲嘅時節，因為而家講到嘅咩，一開始寫係河爸係本阿婆嘅故事咩，呀阿婆可能聽得到，聽錯聽得到，唔過總唔定滿到阿婆嘅感受係用嘅，唔過一條自由，而家講嘅要2-3年冇老爸爸講法安尼，就唱亞數歌曲唱嘅和解歌用咯，對自家來講啊，自家來講係咧化解咧心情嘅一條歌曲啊，要本爸爸彈冇，爸爸聽錯有彈過啊，要感受到咯，應該要吧。因為可能有動到嘅歌唱地度唔係尤其係創作人，佢行嘅路冇聽錯係太年好嘅，可能係是太年遲到，做乜嘅會行很困難嘅路咯。自家一開始就寫咩行路就動難嘅，人生一條路要動到嘅困難，愛自家行嘅。尤其要行一條行較困難嘅路，可能係也愛就係爸爸媽媽希望自家係細年嘅，天天嘅行順勢就好嘅，唔用嘅行安尼嘅路咯，其實佢自家就會動手就錯嘅。嗰時候聽到亞數歌曲，聽說有無汹湧嘅感受就錯嘅，所以
呀，从转系地度还没有看到啊，呀就会回不了的家，只好出走有冇？呀，黑亚树高桥原点有冇？就会龟亚树的，不过龟吼龟唔系像龟鱼哦吼，呀像系提问问号哦，你问题听听，答案系乜嘢？答案就会自由。嘿，你这样是因为有安尼想法哦，想讲因为大家就贵，就希望大家就贵气咩。不过老太家讲唔系哦，也系伊咧开始听听。嗰條軌其實係一條就係冇辦法冇法度轉不卡嘅歌，想轉但係轉唔起，因為自家嗰種是愛做乜嘅冇清楚，愛行用版嘅路行唔啲，嗰所以冇辦法講太上老太家講，嗌你下就係嗌懂聽錯嗌做乜嘅，冇痴心啊，冇痴心，嗰所。自家愛顯露自家嘅腳步，踏好踏穩，將來就會有一張可以很有自信的表達。嗰時候未懂好啊，一開始可能貴，做得貴冇，做得貴氣冇，又叫做痴心冇。後來做得了，係耐數嚟就係自由哦，吼，你嘅答案安尼，哇，咩當歡喜吼，要做得糖豆吼、米沙吼，要安尼講述啦。不過要從專輯地度吼，唔但唱歌還有糖豆嘅，當輕鬆嘅，還有當故事性嘅，其實還有還有其他嘅音樂嘅風格咯，係乜嘅歌曲咧，也係先嚟聊一下。